布袋戏敢有适合搬现代事件呢？也有歌戏、客家戏、京剧这三种剧种，敢会当合作伙来演出。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主办的戏剧梦工场，今年要发表6出突破传统的作品，让观众看到传统戏剧的实验精神。我无唔甘愿，假是夫君伊，我哪有唔甘愿？假是爱妻伊。为塔拉克败北事件做发想，讲人生的无常。戏剧梦工场内底真快乐掌中剧团这出摆伫演出的时，佮透过镜头，互观众用较侪角度来看表演。观众伊也是用我的镜头去看到布袋戏卡扎片，这个布袋戏感觉是布袋，足侪美美嘎嘎的物件是观众看袂到的。所以我想讲，那既然是安尼话，那我咱个来做一个，互观众一般看较袂到的所在，互观众看到。这出必有做的最后5秒会看见光、看见暗，也是看见歌，甲歌戏、客家戏、京戏做结合，创作新的演出形式。没有任何一出是横空出世，然后呢无中生有。其实呢，都是直基于传统的创新跟实验，是要让当代人的心声，或是呢当代人的看法被看见、被了解。戏剧梦工场收集6出作品，以传统戏剧做底底，结合古典、现代、西方元素，突破大众对戏剧的认识。11月13到12月19，伫台湾戏剧中心演出。记者郭本条水台北报道。